美国拉斯维加斯一间特斯拉的修理中心去互人放火，司法部长批评这是恐怖攻击，联邦调查局嘛介入调查。最近小连续发生几多件都攻击特斯拉品牌的案件，外界认为这是因为头家 Musk 管理政府效率部大规模裁员，引起民众倒弹。美国拉斯维加斯一间特斯拉维修中心的停车场，伫拜二，予不明人士疑似使用汽油弹来放火，造成5台车红烧甲密密麻麻。建筑物的外壁搁红喷反恐的字，警方真紧就赶到现场，嘛较紧甲火拍花。警方讲，这个嫌犯搁对汽车开至少3枪，另外伊嘛伫一台车发现讲还未崩，亲像炸弹的装置。目前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，帮助当地警方来侦办。为了避免这种事件搁发生，特斯拉相关设施的四颗雷已经加强巡逻。As a precaution, like we do on many of these types of incidents, we've increased our police presence, in particular at Tesla locations or any Tesla-related locations in the valley. 司法部长邦迪定调这个事件就是国内恐怖攻击，就在对犯人上严格来处罚。白宫嘛表示讲，攻击特斯拉的行为是真卑鄙。We certainly think it's despicable, the violence that has taken place against Tesla, the company, its employees, and also just Americans who have chosen to drive an electric vehicle. 最近亲像这种事件是一直发生，亲像14伫波特兰，70伫圣雅图，顶个月伫科罗拉多州，拢有特斯拉相关设施防攻击，手段包括放火、喷漆、开枪等等。防怀疑是对马斯克最近的政治举动不满。马斯克是去年川普竞选上大的金主，至少捐82.5亿台票。川普当选了后，伊入去川普内阁，主张新创设的政府效率部，而且以消毒官僚做理由，大裁联邦部会，其中以负责国际开发、人道救援的 USAID 上受关注。公司新闻又派准编译。